歡迎大家收睇 WFL 黃福聯閱讀頻道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劉俊熙 Haley。我係劉景琪 Louis。喺呢個閱讀頻道，我哋會邀請唔同科目嘅老師或者同學，同我哋分享好睇嘅圖書，幫助同學養成閱讀嘅好習慣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快啲開始今集嘅內容啦！大家好，我係6D 班何海瑩，我係6D 班馬清宇。今日我哋要為大家介紹一本圖書，叫做《商業：從貝殼到絲綢》，作者係蕭凌軒、張以龍同埋童欣欣。大家知唔知道呢？喺世界仲未有錢嘅時候，啲人係用以物易物嘅方法去交換想要嘅嘢，而呢一種交換就係最早期嘅商業交易。後來由於啲物件換嚟換去好麻煩，古人就發明咗錢，而中國最早嘅錢就係由貝殼做嘅，稱為貝幣。周朝嘅時候，商族人開始做起生意，而且做得好出色。久而久之，人們就習慣叫佢哋做商人，呢個就係商人呢個名嘅由來啦。後來商業交換越嚟越多，貝幣唔夠用，古人就依照貝殼嘅樣做咗啲銅貝幣，而金屬錢幣更加耐用。直至今日，我哋用嘅銀幣都係由多種金屬合成而來。除此之外，講起中國嘅商貿發展，又點少得絲綢之路呢？呢啲都見證咗古人嘅營商智慧。精明嘅商人將華麗嘅絲綢賣到外國，把外國嘅金銀器、珠寶同玻璃帶到中國。其中一啲城市，例如長安城，開始有大批商人匯集，就成為咗繁華嘅商業中心。除咗呢啲中國商業貿易嘅歷史，書入面仲有好多國家博物館國寶級文物嘅圖片同埋資料。喺呢一本書入邊，令我最深刻嘅係人們互相交換物品嘅情節，因為佢哋可以用自己已經有嘅嘢俾人哋，唔單止唔會浪費自己唔要嘅嘢，而且可以攞到自己想要嘅嘢。而我最深刻嘅係長安城裏嘅市場，喺距離而家3000幾年前嘅西周時期已經出現，到唐代時已經係城市中最熱鬧嘅地方。最後，如果大家對古代中國商業發展有興趣，不妨嚟學校嘅圖書館借嚟睇啦。拜拜。唔知大家鍾唔鍾意今日閱讀頻道嘅圖書呢？我就覺得好有趣啦。哥哥咁就啱啦，等我約你今日小息去學校圖書館借書啦。好啊，我哋同觀眾講聲拜拜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拜拜。